阿波獸。阿波獸本來應該俾人知啦，但呢一隻就係一隻流浪嘅阿波獸。佢對自己嘅未來好迷茫。阿波獸係一種好愛主人嘅動物，佢亦都好中意草地。見到一大片草地嘅阿波獸，忍唔住要跳落去玩啦。不過一時嘅開心令佢唔記得自己只係得一對腳同肥大嘅身軀，所以阿波獸自己好難企返起身。佢嘗試轉身，成功啦！阿波獸企返起身啦！企返起身嘅阿波獸漫無目的咁行去邊冇人知，得自己一對腳同埋一份寂寞。行下，阿波獸開始感覺到肚餓，佢嘗試去垃圾桶揾嘢食。不過阿波獸唔記得一件事，就係佢只有一對腳冇手，佢連抄垃圾桶嘅能力都冇。佢嘗試用腳抄，但係對腳太短啦，佢連撞跌個垃圾桶嘅能力都冇啊！所以佢又再次行啦。無助嘅阿波獸好唔開心，佢開始發洩。阿波獸好唔開心，企圖了結自己嘅生命。不過佢留意到佢嘅身體係會浮嘅，跳海係死唔去。最後阿波獸望住個跳唔到嘅海，唔知點算好。當阿波獸正想坐喺度等死嘅時候，就發現側邊有個男人。佢嘗試吸引個男人成為佢嘅主人，點知放開個波去！為什麼？香港係唔俾虐待小動物㗎。怎樣？殺人？我報警。我不怕警察。我怕是你幹嘅。啊！